上少迄嘛。任务下个任务好下发。哦，先生，这个是行呢。好，哎，我真少。上少迄嘛。观众朋友看到我漂亮粉粉的哈，唐公见面呢来宾啊，哦，有串哦，大蛮高，年幼上个有养老，有可能哦，唐人公今天是一个运动家，会非常的幽默。两个一听没林书好，转过来面向我们的面向我们的观众，快点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太宠啊你！我是李书豪。今天整集要这样看你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如果你有辛苦的地方，我 OK 的。哦，那你，这个东西我内行的，谢谢你。因为之前的我的那个搭档，你知道，151公分的那个。哦，那我比较高，我160。对，所以这样这个动作我是 OK 的。要从开诗雅用的呢。开诗雅嘛？开诗雅就是诗雅用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然后7爷8爷那一种。老师，我是一名篮球员，你不要用7爷8爷来形容我，好不好？200公分的夏小圆，我来挑战义务行了，为了展现其轻态的诚意，佢基本人和铁皮练呢special的表演哦。我跟你讲到客家话，我不说，我用唱的。再张开。红山过台湾，末班点钱，沙芒大片干山甘甜。哎呦，要公家吃几10年，4万元。哎呦，后面我还会唱，但是不要了，我要不要继续？世世代代就用轻腔传达。够了。好，刚才的英文都来做嘛个呀？我们学客家话。好，要考试。好。第一个任务系嘛个？第一个任务啊，屁对田来，屁对田来，喜从天上，喜从天来，喜从天来嘛，喜从天降，屁对田来，对田来，听起来蛮好，蛮适合我的哦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在增广见闻，这话很简单，叫好景。好景。景就是聪明，让你聪明再更聪明。学聪明，好景，好景。第3个呢，哇，其实恐怕最适合你的。扭腰摆臀。没有吧？这应该是适合我吧？这应该是适合我吧？哎呦，你2个都适合，对不对？师傅法，扭师傅法，就是意思你的屁股像开花一样这样哦。扭屁股花，哎，好可爱，好传神哦。扭师傅法，好景，屁对田来，好，3个我都会了。今天的任务成功，耶！不赛啦。拜托，考完义务下嘅名嘅，就上2同高比哦，哪有爱好空嘅事情？特别夏小月，唔但只爱练高3关，还爱学会20几客家话，才算完成义务哦。唔过啊，制作单位还能手下留情，先对老有关系嘅客家话开始考哦。好，第一类运动。晕通，我本来以为是晕筒。晕通，好，篮球。哦，你最拿手的篮球，篮们要喝水，篮球，棒球，猜不到了，棒球，哦，不是，棒球，日本话的野球来的，牙球。牙球是用野球来翻的。棒球应该最后跟亚妹了。哦，正确的客家话的棒球。我的牙球。牙球，因为外来语就对了。野球。然后呢，打球之前是不是要暖身一下？对，所以跑步。我们说练奏。练习跑。练奏，跑的奏。练奏，奏听起来像走。对，就可能就像台语的造，就是跑的意思哦。练奏，练跑，他怎么用练奏？世世代代就爱用轻腔。快！你非常的狗是田龙啦。我好狗。是田龙，田龙，爱踢富，你就是爱踢富。小圆哥，160公分的身材，算是当标准的好冇？唔过啊，唔反映正经轻脚呢，随做得一体三通。人讲啊，运动爱暖身，也机就很暖身体。Go！
甜心来吃只带女先做用中铁管哦。嗨，来到呀个宝山啊，海军係天意拜來嘅哦。哎，校園，你有來過寶山嗎？不好意思，我想知道你剛剛講那句話是什麼？哦，我是說我第二次來到寶山。哦，你是第二次來到。第一次的時候是前幾集的時候去介紹那個好吃的黑糖爆漿饅頭。來到寶山這個地方呢，到處都是寶。現在要跟你介紹當地最厲害、獨一無二。还不要这么快介绍他。啊？為什麼不说起来我能介紹它也很丢脸哦。怎麼了？我是新竹人了，嗯。啊，對呀，老師你是你新竹那你已人啊經來過。很多次啊。以前從來都沒有來過呢，實在是丟臉哦。所以這個寶山哦，我咩山景呢？山景是什麼？山景哦，我發覺山景唔是綠，羊頭老豆係綠竹。楊桃老豆還露出。楊桃老頭露出是什麼意思？是什麼意思啊？老師，你快點跟我們解。山金呢？山金就是說我們說土包子。哦，對對對，我在這邊三斤土包子。三斤土。那個土包子啊，就是會把那個楊桃啊看成會入毒啊。以前的農具有一個入毒了。哎，這邊有什麼寶我也不知道。對，到底有什麼寶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來，辣妹館。辣妹館，辣妹館，辣妹館。現在早上差不多9點，你帶我去有辣妹的什麼館？哎，你不要想歪了好不好？這個就是辣妹館。你確定這不是檳榔？不是啦，這不是檳榔。這個是這裡面有3種哦。這個是錫蘭橄欖，還沒有長大。錫蘭橄欖還沒有成熟啊，還沒成熟，要到12月才會成熟。哦，這要到12月才成熟，才會大顆。那這個呢？這個我們叫做真橄欖。啊？正式的正。正橄欖。正橄欖。正橄欖。真橄那有歪欖。橄欖嗎？不是這意思，它是正宗的。正宗的橄欖，這可以直接這樣吃嗎？可以吃嗎？看啊。哎，我試一下。我跟你講，哎，原來是客人要先吃一口。有機的。哎呦，糟糕！天好熱哦，但是也沒有到那麼校笨。園同學，我覺得你太浮誇了，有可能難吃到這個地步嗎？咬，你咬，啊，咬得開嗎？是不是？拜託各位，你兩個甜餅哦，唔知啊，現在嘅橄欖係又酸又鮮，也拜我來寶山野的寶物啦，就會記，咪就係按天意館嘅任務哦。也加落去全台灣唯一嘅橄欖山小班，先辣妹門口啦。哇，你落去哦，有看到嗎？青年楷模，寶山之光，辣妹乾，為你謀福利。有啦。來了，今日來任務下出任務。任務下出任務。哎呀，講得很好。可以對不對？老師，我講得還可以嗎？一個天線哦，就係啲橄橄欖。欖先生。橄欖先生。唱下念好嘛？好，橄欖先生。橄欖先生。還有6個。這客語的2種，一種是四線，我們剛才講的是四線。西安。我們今邊要做乜嘅呢？你要做什麼？雜橄欖。採集橄欖。雜橄欖。雜橄欖。雜橄欖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比赛。比賽。对，就是我跟他校園比賽。没错。哎，對。我們兩個 PK 哦。對。 OK。體育任務，氣對天來，就可以按比賽看萬人老橄欖打下來看到。一下先嚟先妹一片一吹，看萬人打下來，黏到嘅橄欖穿到，萬人就贏嘅哦。唔過啊，大家冇急啦，先來認識下橄欖哦。橄欖哈，在动不动中，橄欖有很多種。今天在這裡先介紹3種。3種。第一個呢是沙梨橄欖，還有沙梨四季橄欖。四季橄欖。就是一年四季都會有的。是的，春夏秋冬都會有。它會有摸子橄欖哈。摸子、無籽的橄欖。對，摸子橄欖。就是這個。這個很大顆都可以像我拳頭那麼大。它可以長到這麼大顆。對。鴨雞。老鴨雞。差很多哈。那有可能。那這樣子拳頭這個長那麼大也可以吃嗎？可以呀，就是最好吃的。哎呀，你說很好吃，我不相信，因為剛剛我們吃了一顆，超級酸、超級澀。橄欖基本上都澀，這個澀呢是最重要的保鮮。啊？又酸又澀。又酸又澀，又酸又澀。沒有澀不行。一定要澀，橄欖一定要澀。橄欖先生好澀嘞。不一樣哦，一個是澀，一個澀。澀，有什麼不一樣哦，色狼的色跟青色的色不一樣。這個澀是澀。澀，一個有病哦。這個酸澀的是酸澀。
哎 step 跟海陆呢 st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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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ep， 共葉上就大葉上 step step step，所以這個的話真緊的真緊我，它里面有那个星星的形真的状，無紙哎，哦，闻起来其实那个有涩的味道，有涩涩的，有 step。有一点清香，但是有点 step 这个 step 呢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它是分类化，就是分类。很常在讲的橄榄。哎呦，原來呀就嘅橄欖是叫涩涩嘅口感嘅原因啦。聽票老太太講哦，台灣嘅橄欖油脂含量冇1度，搶住的拿來說，係冇辦法減油的啦。啊，哎，不一样哎，这好像猪鼻子哦，看像猪鼻子一样哎。猪鼻子为什么拿我不做比对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要不然我好不好？老师你还好吗？老师，你还要跟我一对的呢。這樣，這兩頭這邊是這樣煎過來的，哦，它是很尖的。我有吃过这个做成的蜜饯，两头真的很尖，会容易会刮到舌头的。对，就是這個。剪頭橄欖，剪头橄榄，一頭，头，哎，剪头橄榄，哎，剪头橄榄。欠揍的臉呢，他校園。我發現講客家話的時候，你其實表情必須要出來，剪頭橄欖，對不對？有哎，我們客家人都這樣講的話，不忍心，每個都被揍，每個都被揍。會嗎？講可跟。哈，校園啊，那個表情吼，真嘅很好笑呢。日日來看一天三種雪蘭橄欖，福卡人卡累，做唔得拿來煎糖，從挑10個後轉咗果子來食。過年嘅時節啊，只貼客家種嘅市場可以看到哦。很酸。很酸。你不觉得像下橄榄流星雨啊？对呀、像流星雨一样哎，好美哦！哇天哪！哇天哪！好多！哇好多！哇天哪！打到了！打到了！激動啊！激動！好爽！好涩，好涩！還有酸的嘛？哇，这个好酸好涩哦！天哪！哎，所以我們市場上賣的時候不會賣這生的，我們都把它那個燙熟了。有酸有涩 ，step。來了，哦，等下要幹嘛？你唔下，檸檬哈，檸檬下，學下花，學下花。哎，那我一起睇下啲哦，加一種橄欖嘛，凍酸，凍酸，有人寫濕鍋，很酸，有濕鍋就是穿濕鍋，濕濕又是閉口，濕鍋，不然就是很澀，很酸，凍很酸，澀，酸濕，酸，澀，要濕，要不然就是澀。一種嗰啲滷鍋，滷滷鍋，鍋用哪個滷啊？ ，OK，漳州的是，用羊滷哦，用羊鹽滷用鹽滷，鹽滷哦，濕鍋、滷鍋，過來等一下我們要 PK 去比賽 PK 的， ，PK，這樣打打打啊，打，要打，要打，打不下來的話哦，要搖，搖，搖，打搖，哎搖，要打打對啊，我說打打打，哦所以閉口不閉口很重要，對不哎對？當然打搖，打打搖，搖，打搖，校園，你的打要拉長音一點，打搖，哎，打搖，你真的是要比較欠揍的表情講得比較標準。滷鍋，打搖，打搖。我們要用什麼打？你知道嗎？要用什麼？竹竿、哎，竹竿，竹果、竹果，竹果、竹果打，哎，用樹樹搖，用樹搖，竹果打哎呦， ，OK 厲害的啦啦。我們在學它的口味味道。好，味道。第一個酸，酸，我們剛剛一開始吃的凍酸，酸，凍酸，凍酸，甜，甜，就有一點甜，對不對？對，對，有點甜甜，哦，甜，甜，酸甜，哦，酸甜，好，過來用鹽來滷啊，用鹽來鹽的味道呢，鹹的，鹹，鹹，嗯，鹹，小鹹鹹，鹹，
好，哎，这其实跟广东话很像哎，很像啊，客家话就像对不对？从广东梅广东话、县来客。家话很相，这相同的地方是保留的这合嘴音啊，哎吗？哈 set， set 还有入声啊，刚才 set， set set， set 还有这些入声。 set 哎呦，厉害了哦。哦，再有一个刚才的 set， set 对 set set 哈 son， son 甜 tiam 甜 ham set， set set son 甜 tiam ham set。哈校园动厉害呢，好嘅动脚，基础又好，啊唔过啊，也一贯系一类比赛打架啦，按叫冇打篮球嘅哦，唔定呀身体还流力冇啊。哎，慧娟啊，你看到橄榄树哦？老师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超大，这是什么品种？这是什么品种？橄榄？这个是什么品种的？这什么品种？那个叫木瓜。啊，校园同学，我以为你要常常上山。其实我是要机会教育老师，木瓜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木瓜，我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你少来了，猜错就猜错了，你是同学。你看，瓜这个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对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得来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客家话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你有讲，万籁琴广转啊，万籁秋的順康啊，公转。哎，萬籁琴廣轉啊，轉，莫向秋順康，我兄弟顺风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哎，好了，有看到吗？哎，这个就是橄榄树吗？前。棒哦！哦，有，我看到那边有一串，哦，有啊，有。我哋村外見係4月份，拄好係橄欖提出嘅季節咯。新竹寶山嘅矮山呢，上200到300公尺，排水性當好，青色係種橄欖，也係全台灣種橄欖青島嘅地方，一共種嘅3萬人頭哦。哎呀，多嘞哦！哦，打兩個技巧之後，一嚟打，打，有，用樹有，用竹竿打，學會了 ，very 美 easy。君，你这个橄榄树里面怎么会有一个人？他是在干什么？他现在呢正在做采收作业，就是采收作业，对的前置作业。哦，采收的前置像作业。他现在铺的那个是布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都是自然野放嘛，哦所以其实没有除草的话，就是会更乱。哦乱。如果你就这样打掉下来，嗯那它就会藏在那个草里面啊。哦所以我们铺一块布，掉下来就掉在布上面。到时候呢，收的时候把布往中间集中，果实就都收。哈就跟拿帐幕也可以和采梅子一样，它我们摇下来后掉到地上，你没有办法去，就剪太慢了，对而且就很高啊。对呀，打了以后掉到地上，你要这样子去剪的话太麻烦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啦哈。不好意思，可以怎样？不好意思哎，我踩到一个东西。我先的。所以美君姐，这个捡到的也算，捡到也算，捡到也可以吃吗因？为可以呀，因为它是自然落果，它并不是说下雨天或台风天打。慢慢跟他说哈，你慢慢跟他说。哎呦，这边也有哎，哎这是可以吃的，这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现在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已经开始了，我知道，这边有。哎，你兩個實在很冇禮貌哦！你美君姐發咗係咪講嘅，就開始嘢未哦？橄欖因為佢肉凍硬，跌下來唔可以廢嘅。即係講哦，有啲成分啊，係從嘅千鬧嘅，唔可以有從嘅來食記啦。故所跌到天嚟行嘅啊，行你做定眼皮來食咯。哦，哇，好多哎！哎，海军，你看那边，我不要再上当了，我不要再上当了。哈校园，我看上的昂巴，没想到啥也上饼的呀！哼哼，我客家甜食没按过本老多，也得留本呐。我老太子满意的蔬菜，谁在敲？看到？哦，哎，敲到我的头了，不用敲到我的头了。笨蛋才敲，我们这边用剪了一堆啊。剪就够了。对啊，用剪的就赢了。老师，快点！老师，我这边超多的，超级多的嘞。你不觉得像下卡兰流星雨啊？对呀，像流星雨一样哎，好美哟！哇，天哪！哇，天哪，好多！哇，好多！打到了！好
海军较生意地位啊，迄讲中下去哦，我哋是去东南路老先生搞太哟，味道也一粒细细嘅橄榄，连齐先生都拄唔掉了。哎，我常做你讲啊，大家嘅好胜心啊，要太强嘅啦。来了啊！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橄榄好高哦。为什么要戴那个斗笠？对，我觉得斗笠没有用，要防弹衣。哎，不是，你身为一个主人，你这样子对吗？美君？哎，他现在分哪一堆，他不管他是不是主人了。对。还多久？还多久？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没有在哈泳的啦，我好累。老师，快点，老师。哦，好累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几千很难赚。我觉得你跟 No 哥可以常常来这边打橄榄。为什么？美君跟她老公一个打一个踩，那个感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拿。对，那个感觉感情好像很好的样子。对，客家人簪歌，对不对？从散购啊，散购啊，他在敲，我在下面剪，他两个人看对眼了，哎，又谈一个恋爱了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好奇这个布是什么布啊？谁说想到这是那个公公还是老公？其实就是从以前开始哈，这个农民在采收橄榄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在地上的捡拾不易，大家就用各种的这个布染上。所以任何布都 OK， 不会影响到它。那其实这个布呢，弹性不要太好，不要太好，掉下来的橄榄弹出去。像那个一般的那个遮雨棚那种棚子，对，它弹性就太好了，这一弹下来就掉出去了。哦，所以橄榄要比较柔软，对，那个布要比较柔软一点。老师要盖用多吗？给啊，黏黏的。对，为什么黏黏的？地上的树脂。哦，黏黏夹夹夹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黏黏稠稠。哦，黏黏夹夹，黏黏夹夹。反正啊，天做有树有样，唔可能也对大家吼都差唔多死脱半条命了。也一贯嘅任务啊，叫做喜对天来，也係有原因嘅哦。因為本要按照600嘅橄欖，我對樹大哥跌下來，寶寶對天當跌下來，也唔足係喜對天來嘅係。看日對人段辛苦，也一貫平分秋色，生日對樣啦，撒下來下小月，而不是客家話了。橄欖的钙質啊，是芝麻的4倍，43%以上都是膳食纤维哎。这样去咬它，你就会发现它不太好咬，因为它的那个膳食纤维非常的扎实。啊，莫讲啊，哎，你的功课来了。啊，好好笑哦，笑哦！哎，老师小心，老师小心啊！啊，不是，这不是我杀的，离开，好酷哦！哎，怎么又来了？又来了！有了，上课。等一下，你们这2个是怎样啊？老师就不往前呢。英文哈，好吧。看几隻冇？ 10個10個，這個嘞，6個，5個，哇，眼睛都不用看哦，不用看，很厉害啊！他现在在背，在记。打呢？大，拉長音嘛，大，啊，另一個動作呢？搖，行，用嘛個打，竹果打，用竹果打，用嘛個搖，用樹葉，哎呦，可以對不對？對，酸的呢？酸，是不是酸？甜，酸甜，酸甜，鹹的呢？鹹，哎，要閉嘴對不對？鹹，是不是要閉嘴？老師？要有鼻音，鹹，鹹，鹹色，再來，还有是不是？斗笠，啊，客家很重要的，令馬，哎呀，对嘞，橄榄叶嘞，橄欖葉，葉就是葉，橄欖葉，对，它的好處很多哦。還有一個很重要，哪一個？這個，這東西要接這個橄欖的這一塊橄欖布，布尾就是布就對了，橄欖布尾，对，
橄榄布，对，橄榄叶，橄榄叶。啊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哦我们打在地上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捡起来？对不对用剪的剪，娘，捡起来以后手怎么样？黏黏的。喵喵夹夹，喵喵夹夹。这句我最会，喵喵夹夹。所以我算过关了吗？算是过关了。耶！恭喜夏小圆过关嘞！伊啊，真嘅爱學到夏小圓，學客家話，學到愛認真。辛苦高考啊，天初我要好窮嘅啦。美君姐就睇睇家食自家做嘅橄欖，要當到種巧米哦。韓國佢還拿出私房秘方，我教大家用嚟做橄欖煎湯哦。哎來喲來喲，大家嘅老筆記本拿出來，下起來呀！首先呢，我们把新鲜的橄欖把它煮熟，好，大概煮20到30分钟，它就会像这样子，有一点点转成土黄色。烤到安不必快了安，好啦，紫唔是一体呢，然后给拿出来，安用的专业没都在它。看过后的橄欖，用你握的地度加一起揚，沙定開始泡泡的，本搭雜橄欖弄做的溫度揚，切米冰一罐的度，一層冰砂糖，一層橄欖安的冰，佮加入兩滴甘草，記得咯，甘草唔好冰的太多哦，咁冇會腐體咯。但你攏會記得去出海，安尼打粒橄欖的米絲攏會凍勻，冰1-2日過後就做得出來咯。不藏私的这个蜜饯 DIY 呢，已经教给大家了。现在我们把时间还给外景的海军。感謝美君姐教大家按好用的方法，必須要記得做好哦。也一關的任務啊，實在當辛苦呢。嘛恭喜夏小圓過關呢！接下來第二項任務學剪，聽講啊，要落去伊個凍好高的素材哦。哇塞！好久没有来了，好酷哦！然後就要來任務下真任務啦。科學娛樂區哈，全部韓語的量哈，漢語、寫字全部的來比量哈，都會學習到很多科學的原理、科學的知識，非常好玩。基本的 NDI 出任務有3種。第二隻任務學剪來嘅地方，就可以做科學遊樂園。演劇嘅設施有40人做，全部都係撈物理科學有關係咯。日本嘅製作單位匹配俾到夏小圓量身套嘅3種體驗。夏小圓，你準備好嗎啊？哇，好好笑哦，我腿片好短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长的哎。你的变它狗，身体比较长，这个是身体比较长，但是脚比较短。唔会啦，哎，这个脚比较长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经理，经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我要闯的关就是这里，对不对？贝卡手画像。闯关前，就先让大家体验一下。这个是什么原理嘞？哎，它是一种凹凸镜。凹凸镜就是俗称的哈哈镜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哈哈镜我们可以让应该讲香香的。香香哦，笑镜，会这样。我觉得太特别了。哦，上面有哪里？上面有图。哦，这边有写啦。哎呀，事實上有木石很好喎，小剪就會利用鋼質砂嘅原理，入面會產生無窮嘅效果，當成是呵。哎呦，一隻係點心甜甜，撒下來真正要出彩啦！一個清潔屋靠入面就可以平衡感哦。夏天嘅衣服啊，就可以愛保持平衡，做唔得半乒乓球跌下來喲。哈，好好笑哦，笑哦！哎，老师小心，老师小心啊！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中饭的时候不要喝那么多酒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好晕呢。在哪里家的？哎，真的。厉害，老师。亚在眼里其實當簡單，清潔屋就會利用外嘅密閉空間，本身體感覺無平。樣樣時，你4個內筒就會開始亂踢，身體你會開始冇得平衡感，行路啊就會歪恰恰啦。海軍夏小圓溫良嘅氣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拍手啊！哎，拍手，借過一下，哎，拍手啊，借過一下啊！哎，哎，这个死没良心的，哎，你超不夠義氣的，哎，其實非常簡單哎。
等一下，我头好哎，你晕。过了，你过了，我头好晕哦，你过关了，我超晕的。你过关了。天哪！这一关呢叫做增广见闻。增广见闻，增广见闻，见识到。这个叫做好景啊，好景，哎，学聪学很多哈。景就是从学精呐，学的精呐，学聪明，好学聪明，增广见闻，增广好景，哎，很简单，好景，好景学精。那我们好，你好，好好吧。你摸好，好吧，好哈巴，哎，哎，这边是小叮当科学游乐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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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要飞，游飞，游乐园，哎，游飞，遊樂園要來飛遊樂園，來遊樂園有飛，啊！來遊樂園有飛，來遊樂園約會。來哦，奇怪什麼嘞？这个屋子长得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哎呀这么斜很奇怪，奇怪，奇怪嘞，乖是要有鼻音的吗？乖，一點點半鼻，乖奇怪。走起来，設計人啊，這故意搞人家对，咩生意？咩沙尼呢？咩沙，真咩生意？咩沙尼？咩沙尼，對，咩沙尼？咩沙尼，哎，怎麼會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怎么会？房子壞了不修好呢？用威，用威，永威，用威。哎，我再一次，我又想起来了，学客家话，表情很重要。用威，用威，是这样吗？用威，哎，好像真的整集都很欠揍哎。没有，真的表情真的很重要。用威，你看我，用威。快點，來，真蠻欠揍。來，那你，哎，講一次，永威，1、2、3。永威，哎呦，有，不錯。感謝今日按熱情的配合啦！今日講吼，一個傾斜舞還做得到 Michael Jackson 嘅經典舞曲哦。哎，還有唔看，一個舞嘅啊，還做得老你變態又變色，又看出乜嘅比咩舞啊？撒下來要體驗乜嘅好教嘅呢？一片嘅演舞啊，就可以用樣嘅做出3種動物嘅形嘅哦。啊，不是，这不是我杀的，不要这样，不是我杀的。好，來，離開。好酷哦！好酷哦！哇！啊，這個在幹嘛？这是狗狗。哎，來，經理。啊！哎，怎麼又來了？一隻天音按到劉洋強，實在懂好教呢。我能結天強下來合作，安尼讓拉鐵皮啦。我看看。有了，唱歌。耶！等一下，你們這兩個是怎樣啊？老師就不往前呢，好怪哦。哎，我覺得我們整個這一副就是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很成功，對。對啊。不知道。當然不知道啊。這個牆它的顏色是不是和它不一樣？對。它這個是熒光漆做成的牆。哦，所以它是有熒光劑在上面的嗎？所以我們只要遮住了它，有吸收到光線的地方就會發亮。哦。這個小朋友帶來一定會非常吸引他們。對呀。你看又來了。好玩，用歪呢？哎，這會不會曬黑啊？來。有了，哎，好好玩哦。好玩怎麼說？有趣。很神奇哦，很神奇哦，太好玩了，成功，超好玩的，所以這一關也成功了，對不對？成功。下一關，好，走。一隻劉洋強實在很神奇哦，本人當到嘅部分啊，因為冇照到光線，當然冇能量做得釋放啊，故所就會形成污染。哎喲，大家有了解冇啊？好，下一關係乜嘅呢？哎，這是現在是我們的曹沖谶。草叢稱。老師，我跟你講，你要站前面一點，對，站前面一點，要站前面一點啦。有沒有發現，到了這邊，大家都變得好幼稚，就連老師都會變好幼稚。哎，這
这是现在是我们的曹冲谶，曹冲臭虫谶，曹冲谶。哦，就像量体重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有个故事嘛，那曹操他不是有个小儿子嘛？对，爸爸就说有一些东西要量，可是它的重量很大，那怎么办？对。那他儿子很聪明，就用了一头象，然后放到船上面去。船沉了多少，那他就表示他有多重。做个记号。做个记号。可以体验看吗？那你先，一人一位。一个试试看，好来。好，一个一个。这样吗？有有你是不是有在吸气？你怎么那么轻啊？老师换你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站前面一点，对，站前面一点，要站前面一点啦。快点换你，你来才好玩。好，我来。哈校园同学。对，太快了吧！马上破百。他已经量不到你的体重了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经理你来试试看。是要站前面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说要站前面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也操纵身体验嘅任務哦，就會用身體嘅重量比靠萬年嘅水噴到千高，還有下校園唔聽錯樣嘅啦，搞到唔係標嘅下校園，嘿，這一點嘅人呢，竟然下到曳鋪哦。哈校園正經動態淡下，沙港人的咩生人的慈先生還有刺中你，今邊嘢唔是想過關的啊，還有啊人家通過費嘛唔是拿的哈。好好玩。太好玩了。有沒有發現到了這邊大家都變得好幼稚，就連老師都變好幼稚。找回了個童年呢。各位觀眾啊，要來玩，這個會更年輕的。真的。有空就要來嘗。你的黑髮長出來了呢。應該是啊。你剛剛這樣整個玩過一輪的時候，你的客家話還記得嗎？因為還好你不。要攞鹽，肉飛。來，第三個，1、2、3，奇怪。對哦。來，剛剛那個。第三個，最後整人的，1、2、3，咩沙你？來，第三就怎麼會？嘴巴你看有沒有？欠揍的臉。扭飛。來，1、2、3。扭飛，再一次，我們看1、2、3，扭飛。來學長一點的，徐老師給你時間。這個扎點張翁，偏偏引，昂地，本影偏。這很難哦。沒弄到你的，你自己要用到自己。扎點張翁偏引，昂地本影偏，就要騙人了。你看金光黨啊，假裝很笨，裝瘋賣傻，對，這樣來騙別人。你只要是這昂地，傻乎乎的，昂地，就被人本影偏，傻乎乎就被人騙了。這個遊樂園裡面很多都是在被殺你。真的就是在被殺你。你要搞清楚，不然的話你就昂地本影偏，昂地本影偏就是這個意思嘛，對不對？我懂了。看下校園搞到安歡喜，戀愛都上去搞嘅啦。一個延期嘅精神嗬，就可以留業務下嘅精神用用。搞樂當中啊，要做得好多東西，寓教於樂啦。你再拜恭喜下校園過關，第3關嘅業務按照牛師傅法，也要去買嘅賣關咯。Hello。
老师，又美，身材又好，你看那个腰，都在牙腿搓嘛，个糖豆饮料都情不自禁的跑进来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老师出任务了，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肚皮舞。学习肚皮舞。学刚刚你跳的那一个吗？那太难了吧？那太深沉了啦。老师刚刚这已经整个吸，然后整个已经没有肚子，砰，突然又爆出来，然后又吸了，砰，又爆出来。一撇去投演嘅愛時時舞蹈團，人也看到嘅郭淑成先生是發得2008年也係世界肚皮舞公開賽冠軍，但係2011年喺肚皮舞發現天拿到20公樣嘅亞洲人咯。這第3關嘅演舞課就係愛老郭淑成先生學跳肚皮舞，好唔好嘅人啊，就點樣都市行幫人工嘅啦。可以幫我們解說一下，因為我們對這個真的是太外行了。其實肚皮舞它本身呢，跟一般的運動最大不同是，它是運動內臟。因為我們剛才講運動就是，比如說運動就是這樣。對對。這就是屬於自主肌肉群。哦。那肚皮舞它練的就是五臟六腑，因為我們為什麼？因為我們五臟六腑靠的是什麼？脊椎的支撐。脊椎。對，所以你看我的脊椎是很直的。從側面看是很直的。比方說，我現在我要動我的呼吸系統，所以我就要動什麼？胸腔。男生要怎麼做？很簡單，男士的話，你就手這樣合起來，這樣子，老師這樣，老師這樣。好，那你再往上拉的時候，是不是會像拜拜的雞？可是我拉不起來。對，所以你就不會像拜拜的雞。老師，那我這樣有拜拜的雞嗎？並沒有，因為你要把胸部抬起來，把下巴靠到胸部，用力。哇，這樣很累耶。當然，而且這樣要拉多久？拉很久，而且老師你要有雙下巴，你要把舌頭。老師，你還有雙下巴，你有問題。你要把舌頭捲到上顎，然後你這樣子就叫能量呼吸法。Belly dance它很多動作，你看要看到鎖骨筋。哎呦，央棍呢？這樣子嗎？你還雙下巴那麼厚。哦，你戳到我現在好痛。這樣哦。哎，你舌頭頂住，合起來，你看，嘴巴合起來。哎，對，合起來，搖起來，雙下巴縮進去。哦，有鎖骨肌了。哦，這輩子看他有脖子不容易。哎呦，哦，好帥。年輕5、45歲，機器備開始。也得認真地會做預備動作，除咗胸腔嘅練習以外，還有舒筋fins、身體緊張嘅動作，也得話都係耐心聽聽。接下來淑成先生會教卡陳美了，校園啊，唔會好好學啦。大家好，想看係咪真件可能練出小蠻腰？ 有了，對不對？有了，對不對？你左向上後背，快點，腳再快點，再用力，10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快！哦，其實抖這個很累哎。很累啊。老師，我這次流汗了。流汗了。我們帶着喘的那種語氣來學客家話好了。你我哈客家人物好哈巴，老師我們一起學客家話好不好？跳舞，啊，哎，豎臂，小腿，腳骨，對不對？腳骨，腳骨就對，腳骨。啊，這個，肚式，哇，秀一下，還音波震動哎，這個叫什麼？畫疤。哇塞 ！Oh my god！ 這是很像一個。哎，背起，還有講表情，啊，來，再一次哦，過了一百，再來一次，過了一百，好，一樣是四線跟海陸，對，腔調不同，很可愛吧？有分2期的。學得客家話，好好欣賞先生嘅表演，也一貫牛師傅法。好校園唔會好好學個，等一下啊，要出考了喲。
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用出来，你会。你不要乱开玩笑，会吓到我的观众哦！我跟你讲，真的要做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我。好，那你天啊！花校园肚皮舞来了，有没有？你会吗？你会吗？我会，但我没你那么大。你来。你问学生会不会好了？你会吗？他会，让学生秀一下。这很累。呀，踢伞馆吼，啱在下校园，呀游泳圈就本大家看呢，就算唔过关啦。但是吼，大家还能想看美女老师跳的较好看。大家冇看线上也跳得暗好，其实郭老师哦，细是因为跳舞超熟，被医生审判讲，也成人就冇办法再讲跳舞诶。青米哦，还可以个强烈的意志力，用舞头天天的挑战自己的身体，前转空间，再个转到佢亲爱的舞台吼。接下来要出考复习客家话了。花校园同学的时间，来，确定用抽考的哦。好，篮球，篮球，对吗？篮球，篮球，高天龙，郭天龙，郭天龙，爱踢服，可以，来，好紧张哦，跳舞，答对了，肚子，答对了，都市，俺一都市，非常好，打跟摇，用足够大，用手摇，去游乐园约会，你去游乐园约会，对，设计人，美啥你，我刚是音调有点错，美啥你，怎么会？赶快，你的表情怎么会？用，老师，你不要再干扰他，我帮你绑住他。用威，真的很欠揍。用威，有过关吗？老师，有过啦。好难哦。哎呀，你过关呢，可以说马个呀，就都讲得很棒。真的吗？棒，鼓掌！我们今天这样浪漫台三线这样一路玩到北，然后最后来运动一下，是不是很不错呀？超棒！下次还要不要再来？要。好，表现不错，我们请郭尔时代颁奖。哇！还有唱歌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用一段肚皮舞颁奖给他。哒啦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。嘿，谢谢老师。用威，下礼拜见哦。拜拜。